，我都恭喜你，我跟公主嚟㗎，成日大家就一家人啦。哎呀，好好。哎呀，乜呢個就係我個孫嚟。錦田10年一次打折，錦田六股九村、泰安股、德慶股、永隆股，仲有對面嗰啲水尾。2025年錦田太平清醮，大士王交俾佢哋做啦。咁呢啲同出邊一般嘅照會都一樣，就紙紮石獅子。我哋可以企翻兩邊流係屬黃，你見到每一個黃都有個名稱㗎，有個隊。咁中段咧係地獄，即係黑色中間嗰啲咯。咁去到最後一段係凡間。